搭公共交通工具嗰陣，我通常都會戴住耳機聽下歌㗎。一來可以隔住車廂嘅噪音，二來可以善用搭車嘅時間。相信好多人都會同我一樣，但係原來長期戴住耳機係有機會對聽覺造成傷害㗎。喺呢個高科技嘅時代，降噪耳機可以話係生活中不可或缺嘅用品之一。平日我哋不單止會用嚟聽歌，仲會用嚟講電話、睇戲，甚至開會工作。降噪耳機可以去除多餘嘅雜音，為我哋帶嚟更加好嘅音質享受。但係你有冇諗過，可能會對我哋嘅聽覺造成傷害，或者為我哋耳朵健康帶嚟風險呢？根據世界衛生組織嘅資料，全球將近11億12至35歲嘅年輕人，由於長時間或者過度暴露於喺巨大聲音，包括通過個人音頻設備聽音樂，而面臨聽力損失嘅風險。而早前亦有英國嘅專家經過測試之後表示，越嚟越多年輕人懷疑使用降噪耳機而患上聽覺處理障礙。我想問咧，你平時戴耳機咧會唔會開降噪功能啊？會㗎。點解嘅？嘈啊嘛，馬路嗰度咁開咗佢之後，咪減少啲噪音同埋聽得清楚啲咯。純粹係靜啲同埋專心啲聽歌叫做。點解會開降噪功能嘅？聽唔到佢講嘢咯。咁你會唔會擔心開咗降噪功能咧，會聽唔到啲環境聲，會有時過馬路啊嗰啲會有危險？其實都有嘅，只不過係過馬路一定要小心啦，留意啦。我通常習慣都係睇咗之後先至過嘅，呢個就我自己戴降噪耳機都係通常會開 transparency 嘅，即係聽得會，即都會聽到個交通燈嗰啲聲音咯，叫做。咁你會佩戴幾長時間啊？可能最少都1個鐘嘅一次都。可能一出街就會戴咯。咁你有冇聽過降噪功能咧，有機會會影響聽覺？呢樣嘢就未聽過喎。開降噪咧，可能你聽歌都會大聲少少啦。咁所以分貝上你都會影響到自己平時嘅聽歌咁樣咯，即係聽太大聲咁樣。咁你有冇試過長期佩戴耳機嘅時候咧，會出現一啲唔舒服嘅症狀？都好似有喎，可能有啲頭暈頭痛咁樣。科技嘅發展令到人類嘅生活變得更加好。降噪耳機本來就係為咗提升聆聽品質、改善專注力同工作效率等等。究竟佢嘅原理係乜嘢？點解又會對聽力造成傷害呢？轉頭返嚟繼續一線搜查。出入嘅話就好臭咯，酸熟味，周圍好多蛇蟲鼠蟻咯。呢間中學嘅師生每日出入學校嘅時候，既要忍受惡臭，又要避開一堆堆嘅垃圾，仲有學生話經常見到老鼠出沒添啊！全因為呢一間學校嘅出入口就喺垃圾房隔離啊！隨住科技嘅發展，我哋對耳機聲音品質嘅要求越嚟越高，好多品牌都陸續推出降噪功能，隔絕環境嘅噪音，令消費者可以沉醉喺音樂嘅世界。不過原來長期佩戴係會對聽覺帶嚟影響㗎。到底降噪耳機呢一個科技產品係用咩原理嚟降噪嘅呢？而佢帶俾我哋嘅寧靜對聽覺又有冇影響呢？其實降噪耳機咧，點解佢可以做到佢降噪嘅功能咧？其實咧，當你戴咗個降噪耳機入咗個耳仔度啦，例如好似譬如街外面嘅聲音啦，有好多個噪音啦，咁降噪耳機咧，佢可以產生另外一種頻率咧，去抵消咗外界嘅聲音，咁所以咧，你就會感覺到點解個耳機戴咗落去好似靜咗咁樣樣啦。咁戴呢啲降噪耳機咧，會唔會帶嚟副作用㗎？有一啲大學咧開始研究緊呢個降噪耳機究竟會唔會對腦部產生一啲影響咧？因為長期使用呢個降噪耳機咧，佢哋有懷疑就係會對外界嘅聲音啦開始冇咁敏感，咁從而咧你個腦部咧就冇咁敏銳咁樣樣嘅。會用降噪耳機嘅唔單止係年輕人，各個年齡層都會用到，甚至乎係一啲職業司機，因為工作關係更加會機不離身。當你如果長期佩戴耳機嘅時候咧，咁喺美國大學有啲研究都有講到就係話，正常如果冇戴耳機嘅人同成日經常戴耳機嘅人咧，一般戴耳機嘅人都會比正常人咧多出4.5倍嘅衰退速度嘅。其實要睇翻佢個年紀究竟係超出咗幾多歲啦。咁一般我哋都會建議45歲以上嘅人士咧就要開始做翻一個聽覺測試咁樣嘅。好，
咁咧，我哋而家開始右邊耳仔有聲先，做完右邊，我哋之後先到左邊嘅。咁啱啱 Carol 就幫我做咗個聽力測試啦，其實個結果係如何咧？你嘅聽力測試嘅結果咧，就我哋睇到就係完全正常嘅。咁其實我哋點樣為之一個聽力正常咧？圈呢邊係右邊耳仔，交叉呢度咧係左邊耳仔嚟嘅。咁我哋係點樣去睇呢個聽力圖咧？你會見到左邊呢度啲數字咧，其實係代表佢個分貝。咁個數字越大咧，即係代表嗰個聲音就越大啦。咁而下面呢一度咧，就係我哋嘅平時聽嘢嘅低音啦，同埋我哋嘅高音。咁呢度啲符號咧，其實代表翻你可以喺每一個音頻，你最細聲幾多分貝聽到咧，為之你嘅聽力程度嘅。咁正常嚟講，我哋人類咧係應該要由-10去到25分貝呢個範圍入面聽到咧，先至為之你嗰個聽覺水平正常合格嘅範圍咁樣咯。見過一啲案例就係其實講緊一啲20零30歲嘅後生仔啦，佢就係因為長期每一日都係講緊戴5個鐘頭嘅耳機，佢個高音嘅音域咧，已經跌到去同一啲60幾歲嘅人士差唔多咁樣樣。寧靜嘅環境，好多人都嚮往，所以有啲人除咗日間會戴降噪耳機，夜晚瞓覺嘅時候都會戴住嘅喎。但如果長期戴住耳機瞓覺，又會唔會影響耳朵嘅健康呢？因為一般嚟講啦，我哋買嘅耳機未必係度身訂做嘅話咧，佢係未必同我哋嘅耳道嘅形狀完全配合㗎。咁所以咧，如果係比較硬嘅一啲入耳式耳機咧，有機會壓傷你嘅皮膚啦，長期佩戴會增加呢方面嘅風險。往往曾經有位病人咧，佢好中意戴住耳機聽音樂，聽到瞓着咗嘅，我哋就發現佢長期耳痛嘅問題，原來就係因為俾耳機壓傷咗佢嘅外耳道皮膚。我想問，長期佩戴耳機咧，會唔會影響聽力㗎？其實如果當聽力受到長期嘅一啲高分貝嘅噪音影響咧，其實有機會咧影響你嘅令到你有聽力損失嘅。咁我哋一齊可以睇睇呢個圖片啦。咁其實咧，人嘅耳仔咧分為外耳、中耳、內耳3部分嘅，而內耳咧亦都分為叫做半規管啦，同埋耳窩呢個部分。耳窩裡面咧，其實有好多嘅一啲外同內嘅毛細胞啦，咁佢哋係負責將聽力傳輸去你嘅腦部嘅。咁當長期受到呢啲噪音嘅影響啦，而且持續一段長嘅時間啦，呢啲毛細胞會受損。有一啲人士咧，長期佩戴耳機之後咧，佢哋話會有頭暈或者頭痛嘅症狀喎。其實原因係咩咧？耳機嘅分貝啦，同埋配用嘅時間咧，好少話令到你有長期嘅聽力損失嘅，因為要可能戴到8個鐘頭啊，80幾分貝先至會令到耳仔受損啦。咁至於頭暈頭痛咧，可能咧未必係直接同佩戴耳機有關喎。咁有時可能都要揾醫生檢查清楚咧，有冇其他嘅疾病咯，咁去作出一個適當嘅診斷。良好嘅聽覺係維護生活品質、社交連結、心理健康嘅基礎之一。所以希望我哋好好善用科技之餘，亦都不忘好好咁樣保護我哋嘅聽覺啦。